在台南市长黄伟綽以及立委的陪同之下，行政院长杜英泰来到华南影视基地，视察目前已经起好的拍片场景，也搁对着道具、电火条仔感觉好奇。不过，这对糖厂转型做影视基地，开了25天的时间。从当年的这个荒烟蔓草到现在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33公顷里面已经有10公顷，大概已经有逐步的开发。拍片的队伍或者是拍摄，他可以运用我们的设备，然后拍摄。他如果觉得景还不够，或者有些东西还不够，他会自己搭景。搭景如果可以用的，他就会留下来。好，给我们，所以是越拍摄越来越茁壮，越来越多。但是我们也会做一个整体的规划。对2018年到达，文化部和台南市政府总共投入8.4亿，完成清朝、日本战后等时代历史场景，叫做后勤町建设。华南影视基地2029年到2028年第5期计划，搁得到行政院核定公共建设计划补助，将搁投入16亿。将来我们编了16亿，中央好像要负担11亿多。国内知名的这些文化工作者都对这个地方寄予厚望。我最近也跟了几位导演，分别有一些不同的交谈，也都很清楚地提到。对于国内的影视产业、文化工作，他们认为现在开始，他们相信有一个好的环境，可以让大家继续来多工作。华南影视基地在中央地方的合作发展之下，持续替影视产业打造好的环境，完备制片厂机能，希望有更多的台湾本土优质戏剧在这拍片制作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